啦，OK。好，仲有冇其他人提名？仲有冇其他人提名？啊，唔好意思，我搞錯咗，唔好意思，李玉章係女士嚟嘅，嗰個係李玉章女士。我講咗，OK，仲有冇其他人提名？唔係咪講咗都唔接受啊？李玉章女士唔接受提名 ，OK。好啦，仲有冇其他提名？我6號唔接受，6號唔接受。6號唔接受。我哋6號唔接受啊。可以住啊，大家稍安毋躁啦，大家嚟正住你點樣我嗌咁答係冇意思嘅，係咪？大家何必啫？係咪？你拉布係喺度傷害緊自己業主之間嘅感情㗎。而家秘書嗰度得阿陳生願意接受提名，對落3至13號仲有冇委員係願意接受提名嘅？請舉手。冇任何委員願意接受提名，咁即係話2號陳作華先生成為今屆嘅秘書 ，OK？ 好啦，跟住就到師傅啦。有冇人提名3至13號嘅當選人邊位成為師傅？3號楊慧英喺邊位？邊位係？是否接受願意提名 ？OK， 楊小姐願意接受提名。好啦，另外嗰啲委員有冇人有意接受提名嘅？如果有意接受提名嘅請舉手。好，咁就所有其餘4至13號嘅委員都冇意成為師傅，咁即係話楊慧英女士自動當選成為新